因为今年4月的时候，猪仔落屎大甲真慢，嘛影响到育成率，佮加上最近天气真热，猪仔胃口嘛无好，饲袂大只，所以猪仔供应量是减少真侪。婚礼肉品市场一日拍卖数量就减少1成，猪肉1公斤平均的价数起到94块，如果就要等3个月后，猪肉价数还较稳定。 是啊，伫点头家无用川会，最近天气烧热，猪仔咧大是真慢，连带影响市场价数，猪肉价数直直起。有头家表示，起价地数销量减少2成。对，价格有涨蛮多的啦。那这样民众买气嘞？买气差不多少个2、3成。哎呀，太闷了，大家也都不吃啊。我嘛无啥买呀，但是平常该买的就是还是要买啊。 婚礼肉品市场表示，最近欧热，猪仔胃口歹，咧大是真慢。地区最近肉品市场拍卖猪仔的量减少，较早逐工会当拍卖2300只猪，毋过即马剩2100只，整体减少1成。4月猪只的下痢情况很严重育成率也不好，大概是94块多，平均在94块多，但是猪只的重量有慢慢往下滑。 就猪只天气太过炎热猪只成长速度很缓慢。婚礼肉品市场表示讲，因为即马猪仔大真慢，供应减少，天气若继续烧热，会当卖的猪会愈少，价数会继续起。按算中原迄脚刀会上贵，猪肉若要落价，按算阁爱3个月时间。记者婚礼报道。